中國人都有人嘅，但係唔敢講出嚟咧。佢哋咁鬼佬夠膽實行出嚟嘅人，一部分嘅聽住一部分。鬼佬都好多壞人，好多。講真一句，愛你命啊！你遇到啊，嗰啲行動，因為佢哋行動性好高啊。唐人起碼唔敢做得咁出面啦。如果你遇到嗰啲衰嗰啲，因為鬼佬係行動性好高啊。你一遇到壞嘅鬼佬啊，佢夠膽喐鳩你嘅，呢個事實。你唔使得罪佢嘅，佢覺得爽啊，整你啊，佢整鳩死你啊，呢個事實。唐人啊，因為佢好顧忌呢個後果性啊，所以佢唔夠膽啊。鬼佬去做壞事嘅時候啊，佢敢行動嘅，佢冇咁顧忌嘅後果。介紹就係犀利。